闭班了来去遐人讲有读书啊，吼，我敢若衫吼，来要出来乌阴乌阴，我批伫外口来会2箍咧。我真侪真正，咱真人是安尼哦，目睭看着会做够连结哦，想着哦，正个讲日头是哦，对呢日头咧，啊我毋知衫有收无，虫仔问有关无，坐伫遮心拢安怎？袂甲人讲的，千里外去啦。咱做到连结，迄个连结过程当中，迄嘛是咧用强用力，迄心袂会软，所以就较解，咱伫原说指导，咱安尼咧学习方面讲，即笑假柔软这2个最重要，够重要。各位先生，即个身躯安尼，你想要甲即2、3、4度，安尼比，安尼够柔软，敢有？哦，各位先生，你即摆顶头够柔软，咱敢有看到迄个硬硬拢袂顶头的，嘛袂比的，有无？有目睭袂看，有耳仔袂听，有手袂比，有喙嘛袂讲。迄个是遮硬，所以咱必须要照着咱即个身躯，咱的神在人啊，搁在即个动态，照着即个假，你如果即个柔软的心，咱较有法度甲咱自身迄个功用，甲拄我讲的细命力，你甲发挥出来。所以照假心真即种啊，